来各位咱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刷来咱来看卖一期提供予各位参考号码。会员朋友记看咧，会员影片嘛，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。首先，咱来看一个2025年5月31号。来，2025年5月31号，一数一八做伙开出，下两期一买带21。第二组，2025年7月26號，一數一八做伙開出，來下兩期一買帶01。第三組，2025年12月25號，一數一八做伙開出，下兩期一買帶01。上尾一組，來6月8號，一數一八做伙開出，下兩期來一買。來，以上號碼提供咱539的朋友參考，會員朋友會記看咱的會員影片嘛，歡迎各位加入咱的會員，祝各位攏會使順利中獎，咱下期再閣見面。